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7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83天。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在前线总共记录了166次战斗。库尔斯克前线，乌克兰空军利用米格29再次出手，用铁锤炸弹袭击了俄罗斯在泰特基诺的无人机操作员中心，打击相当精准，摧毁了建筑物、人员和无人机设备。地面战斗方面，乌军正在泰特基诺以南一个农业区推进。在比尔格莱德前线，乌克兰情报总局特种部队今晨穿越沼泽地突袭俄军阵地，目前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后贝加尔边疆区方向，俄偏远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突发大火，当地的赤塔机场发生火灾，这距离莫斯科将近5000公里，那离乌克兰更远。到底谁干的呢？肯定不是烟头惹的祸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游击武装发起的破坏。目前在俄罗斯国内类似的这种破坏活动越来越多。这个战争研究所他5月13号报道他说据报道，俄罗斯军队正在集结更多兵力来弥补前线的损失。尽管每获得1平方公里的伤亡率增加，俄罗斯仍在乌克兰加强其部队进攻的规模。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愿意接受重大人员损失，以换取少量土地推进战果。相信土地的推进从可以在谈判中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并彰显俄罗斯军事能力的强大。俄罗斯军方可能也在优先考虑招募预备役士兵，作为在战后建立战略储备的一部分，以备未来可能与北约发生冲突。关于新战术这个战争研究所说俄罗斯军事指挥部门似乎正在为摩托车和民用车辆单位在正面攻击中建立战术理论和部队结构，这凸显了俄军在现代地面战争中对抗乌克兰无人机优势，并实现机动努力和创新。也就是为了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这个俄罗斯地面部队使用什么摩托车还算是先进的，使用了大量的骡子和驴作为这个机动能力来应对乌克兰的打击，这也是理论和技术创新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阿米斯克玄武岩导弹工厂遭遇袭击，中央车间发生爆炸。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5月11日，乌克兰袭击了位于雷尔斯克的第40独立近卫海军陆战旅司令部，副旅长亚历山大·达尼洛夫在袭击中受伤身亡，又一位副旅长成了耗材。近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冲突也凸显了双方在无人机技术与远程火力上的博弈。乌克兰军队通过炸桥袭击补给节点，削弱俄军后勤，而俄军则强化反无人机能力与导弹反制。随着战事持续，该区域的战术行动或将进一步影响东线整体的态势。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上将宣称，乌军在4月份用 FPV 无人机袭击并摧毁了超过83000个目标。这个当然了，算的比较具体连人带装备、工事都算上，比3月份增加了 8%。谢尔斯基说我军士兵的优先目标是打击敌方无人机操作员和控制点。纽约邮报则报道称乌军很多顶级 FPV 无人机飞手都是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前游戏玩家，最好的飞手和无人机战争的未来。战争刚爆发时，乌军就招募了不少 FPV 无人机飞手，很多人都是游戏玩家。现在乌军则是大量训练 FPV 无人机飞手，俄军同样在这么干。不过因为俄军内部体制的原因，诸如很多俄军士兵参加 FPV 无人机飞手训练只是为了获得额外津贴，再加上俄军 FPV 无人机抗干扰能力较差等缘故，导致俄军的 FPV 无人机飞手要比乌军逊色不少。当然了，这个纽约邮报说乌军里面最著名的无人机部队就是414马扎尔之鸟独立打击无人机系统旅。前几天泽连斯基刚授予12名乌克兰军人乌克兰英雄称号，颁发金星勋章，其中就包括该旅旅长罗布基夫少校。罗布基夫少校将乌克兰英雄称号献给我的团和我心爱的妻子。按照罗布基夫的少校的说法这个叫马扎尔之鸟无人机旅在过去的9个月里打死打伤1万名俄军，而自身仅损失
20人，交换比为1:500。所以谢尔斯基说啊，我们正在扩充和扩大无人机系统部队，这是优先事项之一。无人机摧毁的敌人越多，我们士兵就能拯救越多的生命。战斗仍在继续，荣耀属于乌克兰。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双方在前线啊这种正面硬刚啊，似乎这个强度啊降下来了。现在这个重点转移到了谈判桌上，转移到外交上面，大家在外交上面斗法。我们看看这各国啊是怎么表态。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啊，马克龙说啊，乌克兰事关欧洲所有国家安全，海陆空停火30天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这个马克龙啊，他在回答一名记者关于许多人批评法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足够援助的评论时，马克龙说啊，他说我们的军队没有为长期的高强度冲突做好准备，我们不能提供我们所缺的东西，也不能掏空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提供了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产量增加了3倍。也就是马克龙说啊，法国不能通过削弱自己的军队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法国已经尽其所能，并且已经将产能增加了3倍。如何理解马克龙的这个话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波兰人呢也有新的说法。5月14号，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表示，即使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军队，波兰也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希科尔斯基在接受互联网门户采访时发表了该言论。希科尔斯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凯洛格关于可能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波兰军队的声明发表了评论。据悉，美国正与欧洲国家讨论在第聂伯河以西部署西方军事集群，以此作为解决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条件。凯洛格表示啊，法国、德国、英国和波兰已经加入这一倡议，立马遭到波兰人的打脸。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说啊，即使我们加入该倡议，波兰士兵也不会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上。此前，波兰国防部长叫卡米什也宣布，波兰拒绝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意大利总理叫梅洛尼说啊，希望俄同意停火。这个梅洛尼啊，在与埃尔多安电话交谈中说啊，他希望俄同意在乌克兰举行30天的无条件停火。他感谢土耳其愿意在伊斯坦布尔举办和平谈判的意愿，并强调了外交努力以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这位意大利领导人呼吁啊，克里姆林宫将谈判视为证明其准备和平的真正机会。那么如何看待啊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波兰的这个外交部长他们最近这个态度变化？马克龙的意思是，我们法国啊已经倾尽所有在支援乌克兰了，也就这样了，我们产量已经翻了3倍。这个波兰的外长说啊，我们啊是不会派部队到乌克兰领土。正当啊全世界都在劝或者哄普京啊停火来谈判，眼看着好像啊双方在往一起走了，这个时候欧洲啊主要国家法国、波兰，对吧？前不久刚开完会啊，4个巨头聚到一起密谋啊，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要制裁俄罗斯。结果今天突然话锋一转，说我们啊已经倾尽所有支持乌克兰，也就这样了。这个马克龙甚至还说啊，他说啊，乌克兰人知道没有办法靠武力啊夺回克里米亚以及乌东4个州。这是马克龙说的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为什么马克龙说这样泄气的话？波兰为什么也说这样泄气的话？我理解啊，这个恐怕是故意向普京示弱啊，向普京示弱，说白了就是怂恿普京加仓，对吧？你不能谈判，你得接着来呀，你得干到底啊！我们欧洲已经扛不住了，你看欧洲还没有达成一致，对吧？这个各自啊心怀鬼胎，各有各的算盘，欧洲不足为虑啊，对吧？普京你不能停啊，接着打，不就这意思吗？对吧？你现在停火，你现在和谈，可惜了。说通俗一点啊，说白了就是忽悠普京加仓。这个法国媒体说啊，马克龙已经准备好了，在欧洲国家部署战略轰炸机，能携带核弹头。这个法国啊，一会儿唱高调，一会儿泄气，让普京啊也是摸不着头脑啊。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格雷戈里·杰洛特说啊，他说五角大楼认为，如果乌克兰危机升级，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可能会发生直接对抗。这个也就是美国军方啊开始威胁俄罗斯了。如果乌克兰危机升级啊，那恐怕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对抗。这个美西方啊一唱一和，在这恐吓、拉拢、动摇普京啊。5月14号消息啊，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支持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17轮
制裁方案，理由是对俄罗斯的影响相对较弱。欧洲外交官向该机构表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仍然严重依赖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由于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相对较弱，因此这两个国家支持此次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此前，欧盟各国大使就第17轮对俄制裁措施达成一致。据称，他们目标是俄罗斯的秘密油轮船队，就是影子舰队以及帮助俄罗斯规避能源限制的个人和组织。自从泽连斯基呼吁普京到这个伊斯坦布尔，他们俩面对面的谈判，并且泽连斯基还邀请特朗普参加。结果这个事情也让各方都参与讨论发表意见，有这个篝火浇油的，也有这个冷眼旁观。你比如说这个欧盟的外交负责人卡拉斯他就说俄罗斯对在乌克兰建立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普京不敢在谈判中面对泽连斯基。大家看视频Zelensky just confirmed this morning that he will go to Ankara. Do you expect to see other leaders around that table? Do you think? Well, it's a big question. I think Zelensky did well to say that, okay, I'm willing to meet Putin and let him come. I don't know if we are off the camera or on the camera here, but if I can share my opinion, I don't know. No, please do. It always gets me in trouble if I do that. Yeah, it's definitely on. So it's hard. It's hard. But I think it's a good move if they sit down. I think it should be between then Zelensky and Putin, but I don't think he dares Putin, I guess. All right. We talked about raising the pressure on Russia. You mentioned a 17th package of sanctions. It only takes one to want war. And we see Putin has shown very clearly that he still wants war. I mean, and I think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wanted also in the global south to make them believe the narrative that, Europeans or Ukrainians are these warmongers. They want war, but, Putin is a peaceful person, just attacking and killing some civilians. They really bought this narrative, but now everybody can see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I mean, it has been 60 days since Ukraine agreed to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whereas we haven't seen that from Russia's side. We have seen that Russia is playing games. So now, of course, we have been united saying that, okay, a ceasefire so that they can sit down behind the table and discuss peace. But we need to see some goodwill on the Russian side. So what we can do is, of course,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Russia to also want peace on their side. And the tools that we have in our hands are economical, so sanctions. 普京不敢面对泽连斯基这个巴西总统卢拉，由于他受到这个新任教皇利奥14世的影响，对吧？因为教皇他认为俄罗斯是侵略部队的一改上一任教皇所谓的中立新任教皇是同情伊斯兰，同情乌克兰。巴西作为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这个国家，那么受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卢拉现在态度有所变化，不再无脑跟着普京后面跑了。卢拉呼吁普京去伊斯坦布尔与泽连斯基谈判。卢拉说我会试着和普京谈谈。我竟然说，嘿，普京同志，去伊斯坦布尔谈判吧。卢拉还说我说这样的话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卢拉的意思就是，反正我劝一下普京你赶紧去伊斯坦布尔跟泽连斯基面对面谈吧。这不就是篝火浇油吗？这不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到现在都未具体说明普京是否会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会谈，就连现在连这个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都还没定下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俄罗斯恐怕他是仅仅是为了堵这个特朗普和乌克兰的嘴，说要跟乌克兰直接在土耳其谈判，他只是反将乌克兰一军。因为乌克兰不是要求5月12号开始停火1个月吗？那普京就说了，停火1个月干嘛呢？我们现在就和谈，不设任何条件的和谈。所以他立马开出了我们就在伊斯坦布尔谈。哪想到这一下没有吓到泽连斯基，反而泽连斯基反过来又将了俄罗斯一军。泽连斯基说我就在伊斯坦布尔等着普京，要跟普京
京见面，所以这一下啊，让俄罗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美国特使凯洛格说啊，如果普京出席，特朗普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俄乌之间的会谈。据他介绍啊，如果普京确认前往土耳其的行程，特朗普可能会前往那里参加一场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元首会议。但他同时也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进行的直接谈判，对于降低对抗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凯洛格强调说啊，我们希望普京总统也能出席，那么特朗普总统也会出席。这位特使还表示啊，华盛顿有一份需要在此会议上讨论的条件清单。这个凯洛格还威胁啊，他说如果在和谈中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可能会对莫斯科实施重大且更严厉的制裁。那言下之意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啊，在这个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这个和谈啊，俄罗斯如果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美国和欧盟要对莫斯科实施重大更严厉的制裁。你看看啊，他这个说法，你看啊，和谈中没有取得进展，可能会对莫斯科实施重大且更严厉的制裁。你和谈没有取得进展，那也可能是乌克兰不让步呢？为什么不制裁乌克兰？怎么没有进展就制裁俄罗斯？那言下之意就是你俄罗斯必须要让步，和谈没有进展就是你俄罗斯没让步，没让步我就制裁你。与此同时啊，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华盛顿将派2位特使出席伊斯坦布尔的谈判，即上文提到的凯洛格和负责与俄方沟通的维特科夫。不过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啊，法新社报道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沙特的利雅得讲话提到，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土耳其举行谈判，可能在星期四，届时或许会有积极成果。马尔科·卢比奥会去那里。也就是说啊，这个特朗普啊，表面说他已经对吧撂挑子了，但是一看俄乌之间真的要谈判的时候，他不仅派凯洛格去，还派了他的亲家维特科夫去参加。这不显得还不够啊，又把卢比奥也派过去。因为特朗普恐怕以为啊，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会有进展，会有成果，所以这个时候美国人不能缺席。本来是啊，特朗普也把欧洲人呢推到前面去，他们歇会儿了。结果我认为特朗普恐怕也是误判啊，他以为这个伊斯坦布尔的会谈会有成果，不能白白的拱手让给欧洲人，所以他们要去摘桃子。而这个特朗普的亲家啊，维特科夫，他对记者说啊，他说如果乌克兰与俄罗斯不立即举行直接谈判，美国将退出整个谈判，并且这个维特科夫还说啊，没有普京参与，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因此必须与所有相关方展开对话。维特科夫还表示啊，他坚信当前是结束战争的一个现实契机。那么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呢？俄罗斯卫星社5月14日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表示啊，俄罗斯愿意于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恢复同乌克兰进行直接谈判。乌沙科夫对俄罗斯一台记者扎鲁宾说啊，你也知道，普京总统5月11日说过，俄方愿意5月15日在伊斯坦布尔开始直接谈，准确的说，甚至不是开始，而是恢复乌方根据西方同僚和伙伴授意而中断的谈判。他还指出，俄罗斯代表团15日在伊斯坦布尔同乌克兰的谈判期间，将会既讨论政治问题，也讨论技术问题，也将据此确定其他人员组成。也就是俄罗斯到现在为止啊，还不知道派谁去参加这个和谈。甚至有消息说啊，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5月14日称，俄罗斯可能派出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到伊斯坦布尔，代表俄罗斯与乌克兰代表泽连斯基进行和平谈判。消息目前尚未得到确认，也没有任何反驳。俄国家杜马国际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啊，他说5月15日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俄罗斯的谈判代表最艰难的谈判条件啊做好了准备。他没有回答自己是否会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也就是搞到现在啊，明天就要谈判了，这个俄罗斯连代表团成员是谁都搞不清，传言是梅德韦杰夫带队，那这个你派一个口炮去谈什么呢？那不就是吵架吗？这个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啊，俄方代表团将于15日在伊斯坦布尔等候乌克兰代表团。佩斯科夫啊还表示，普京下达命令后将会公布参加与乌克兰谈判的俄罗斯代表团名单。俄罗斯媒体报道啊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不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会谈。这个咱们以前也说过了啊，在这个普京的权力格局里面，尤其普京去年啊重新当了总统之后啊，这个拉夫罗夫虽然还当过这个外交部长，但是好像他这个权力啊也是遭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削弱。拉夫罗夫越来越像一个花瓶，无论是跟美国谈判在沙特，还是对吧在英国的谈判等等啊，都没有拉夫罗夫的事，都是普京派他的一个助手啊，他的特别代表去参加。而且为此啊，拉夫罗夫还跟这位代表发生过争执。在普京的这个权力格局里面，拉夫罗夫也是被边缘化。现
现在外界传言啊，这个俄罗斯啊，在伊斯坦布尔的和谈是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的草案以那个为基础，在那个基础上接着谈。实际上，为什么选择伊斯坦布尔呢？给人感觉好像就是在延续啊3年前伊斯坦布尔的谈判，叫破镜重圆。但是啊，时过境迁啊，早已物是人非啊。3年前乌克兰还很弱小，对吧？连反击的武器都没有，只有一些标枪导弹、毒刺导弹，连坦克，对吧？这自行火炮、海马斯都没有。但是现在你看看，乌克兰一年生产无人机，对吧？就400万架，无人机现在是战场的主角啊。欧盟，对吧？今年要给乌克兰300万发155毫米炮弹，现在1/3的武器由乌克兰自己生产，对吧？这和3年前已经不是同日而语，还拿3年前的标准来谈判，怎么可能谈得成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3号晚上录的视频啊，他说啊，乌克兰感谢包括大国在内国际社会的支持，强调全球对无条件停火与最高层级直接对话的广泛呼吁至关重要。泽连斯基对大国表示感谢啊。泽连斯基说啊，他说今天啊，我特别想强调来自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的声明，我要感谢他们支持，包括对谈判的支持。总体而言，欧洲领导人正在发出有力声音，并在采取果断行动。他说，我要再次对此表示感谢。我们尤其也清楚大国方面对支持停火与谈判的立场。这个泽连斯基是千感谢万感谢啊，谁都不能落下，这是受这个万斯的刺激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已确认，俄罗斯应对2014年7月马航叫17航班被击落事件负有责任。此消息由荷兰外交部发布，荷兰与澳大利亚共同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提起了针对俄罗斯的争端解决程序。5月12日星期一，该决定通过 ICAO 理事会投票作出，理事会绝大多数成员支持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立场，也就是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已经确认俄罗斯应该对2014年7月的这个空难事件负责任。那么5月15号就是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底去不去伊斯坦布尔跟泽连斯基面对面，对吧？两人对视，互相凝视，对一对眼，玩一玩谁先眨眼谁输的游戏，普京敢不敢？这是个悬念很快就会揭晓。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我觉得普京大可不必犯难，应该勇敢的去伊斯坦布尔会一会泽连斯基，但是有个要求，对吧？也就是双方都戴上墨镜，这样免得尴尬，全程戴墨镜，谁不戴就算犯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